续来看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的英灵基金会要来采买到德国 BNT 的疫苗，一直无进展。郭台铭早起发出到8点的声明，要求政府授权英灵基金会代表政府来买疫苗，而且希望会当甲蔡总统来见面。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早起伫面册写真济表态，希望佫会使见蔡总统，嘛决定要甲政府搏命的。 我们的立场上就是政府需要我们，我们就一定在；那政府如果不需要我们，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可以，他就不用每天不睡觉。 郭台铭伫向总统报告的声明中，成功本来感觉有希望啊，煞来佫点名有各种看袂到的力量，开始对这个案件产生技术性的拖延。各方想讲台市中拢无回应，敢有影？ 陈部长没有已读不回了，好，这个事情他们经过一些讨论以后，事实上在11号、12号，应该是12号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他公开的做出了一些回应，所以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不错，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进展。 声明中更加直接写明讲，希望政府公开表示接受英灵基金会寄付，同意我方提出的寄付的合约，同意买德国 BNT 疫苗，佮家己补充讲合约未出现中国台湾，佮会公开合约，更加写讲希望会使会见蔡英文总统。我相信你才是疫苗政策决策者，我希望当面报告取得你的同意也是拒绝，无你明确的才是疫苗的采买永远无到真正开始。 总统也会不排除跟郭董见面进行，那也会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安排。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干先明确表态，讲蔡总统未拒绝会见国党的。总统府嘛随发出声明，讲蔡总统一直拢真乐意甲国党市长见面会谈，国党市长唔能受到无经过正式的一寡风声所影响到，政府甲民间全力的合作。 为台湾争取更较侪疫苗供应，各方拢发出声明啊。老友党嘛讲下晡就使见面，那你就看双方是毋是真正会使面对面。